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北泽温的随机杀人案产生模仿的效应，代替接到通报讲下晡点半泽温会有炸弹攻击，警方嘛查到网络口罩来自柬埔寨。国民党立委洪晓玲等人去中国参加厦门大商协会活动，受到外界质疑。洪晓玲强调讲，这是伊私人自费的行程。嘉义市正出名的林聪明刷过鱼头的分店，有消费者指控讲食到加纸甲塑胶袋啊，业者出面回息的卫生局嘛去提查。来看顶礼拜五，台北泽温中山站的附近发生随机杀人的事件，造成4个人死亡。今仔早起，台铁嘛接到泽温警察通报，讲有民众预告讲下晡点半要伫泽温放炸弹攻击。台铁甲泽温的车头全面拢加强戒备，台北市嘛出动320个警察伫泽温来加强维安。上新的消息是，警方有查到发恐吓信息的口罩是来自柬埔寨。警察提醒在台北车站大厅来回巡逻，都惊有公安意外可发生。因为台铁接到结婚警察通报，有民众有告自己下晡点半要放炸弹伫结婚系统内个引爆。台铁公司唔敢大意，已经针对甲结婚系统用站的台铁车站加强戒备，提悬见警率。今天从台南上来，然后就还是必须要搭交通工具啊，对啊，还是会觉得就是怕怕的。台北捷运公司表示，随机伤人事件发生了后第一个上班日，捷运系统各路线拢正常，早起6点到8点的分量，维持伫18万人次，甲平常时同款，无明显的差别。下礼拜有跨年等大型活动，会加强演练增加规矩应变能力。本公司会结合警察、消防单位，近期举办一场，举办大型的一个演练活动。在营运时间来举办，来增加我们的危机应变能力。受伤民众内底有一个人是已经通报，佮食药稳定控制艾滋感染者，但是发现时阵老人互血喷着。不过还未看医生人因卡1922防疫专线咨询，必要时阵爱伫72点钟内有风险食药来降低艾滋感染的风险。卫福部表示，已经个位数比专界医疗院所进行评估。这2天以来，大概接了21通的电话，那多数都是担心，那么当然也有这个少数，大概几个个位数，那么有投药的情形，预防性投药的情形。卫福部强调会重新检视社安网，各调整相关政策，另外会避免模仿效应拖开台湾高检署已经成立多多应变小组，执行全国各地方检测署，马上成立防范恐怖攻击应变小组，落实武警通报处置甲宣导等应变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下晡，一个21岁姓平的查某人伫高铁台南站讲有炸弹会爆炸，造成高铁延误10分钟。警方嘛已经抓到人上班，法院嘛裁定讲甲伊羁押禁见。坐高铁的旅客听到需要落车的广播，熊熊沙无涨，内底的人连咪就走了了。警方一个一个找，12月21下晡，高铁台南站接到通报，有人讲高铁833车次会爆炸，警方随到场处理，事件造成车帮延误差不多10分钟。本分局立即指派左营所及侦查队人员，会同高铁公司人员对833车次列车进行全车安全检查，均未发现危险物品。本分局已将报案人彭宇带回调查。依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罪嫌加以逮捕。警方随甲涉案的姓平的女性带回去调查，也通报台南市卫生局到场评估精神状况，信后照刑法恐吓公众罪甲上班。不过，即马是民众对公共安全真敏感的时刻，所以还阁有人伫社群平台大文咧恐吓。检方认为这大文已经严重危害着社会大众的安全。12月21日，甲相关单位拘提这涉案大文的姓张的男性。认定张姓被告涉犯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及第305条恐吓危害安全等罪嫌重大，有事实足认为有勾串共犯、逃亡及反复实行恐吓犯罪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昨暝裁定伊羁押禁见，检方呼吁民众千万唔通伫咧网络也是社群媒体打文、留话，也是转传任何恐吓公众安全的言论，才免犯法，而且造成社会的惊吓。就算是作孽，也要付出法律的代价。记者综合报道。
热带市查甫囡仔开的年某刘彩栓佮刘乐玲姊妹啊，即案高院今仔是进行宣判前最后的辩论甲审理。早起伊互人理护团体，佮有时代力量的党主席王婉如，嘛到法庭的外口来表达意见。伊望讲李世木会当轻开一个公道。如果轻判的话，二审如果轻判的话，我们应该做出一些动作，让司法听见我们的声音，让政府知道人民的愤怒。更希望的是不要有这样子的孩子再受到虐待，所以包括说从儿少安置机构如何能够让它更完整，这个系统如何能够让它更保全。这对年某姊妹啊，在2023年10月台市一回查甫囡仔开一审刘彩栓是被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刘乐玲某是判18档，因搁再上诉，跟伊今仔是开总结的辩论庭。早起都有真侪民众排队等要入去法庭来听开庭，稍来后会来宣布宣判的日期。再来看，早起11点外，伫高雄国际机场有一个外国旅客，海关是认为讲伊的行李有问题，别个在检查的时候，这个旅客煞走拿杯冲出管制区，也毋过随着风抓到，后来嘛找到讲伊的行李内底有藏毒品，嫌犯诈毒，佮硬要冲出去管制区，这嘛是高雄机场53档内的头一个。高雄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一个穿乌衫乌裤的人雄雄公公走对外面去，后面有2个人手拿笔拿挂约出去。边仔旅客看到这颗办事，拢随动点。高雄国际机场日外道雄雄出现一款走小肉的画面，有民众拄啊在排队等停车讲，有看到远景在抓一个外国人，不过无清楚原因。看到的时候已经是押回来了。对，那他身上有带什么东西吗？或是没有？没有看到，他都空手，他就是很刑警把他押进来。警方表示，即摆外一个查甫人伫咧入境通关的时阵，海关人员因为感觉伊的行李检查无啥对当，所以要求其去检查大复检。不过嫌犯一直下体无愿意配合，探入境的人顶过来，行李一拍开，起卡就拢，一路冲出管制区，走到外面的停车场去。加在警方甲海关人员拢正猛扯，连伊都甲嫌犯抓回来。这嘛是高雄机场开办国际航线53年来，头一摆有嫌犯诈毒技检冲出管制线。迅速在约3分钟围捕制服犯嫌。该男子因涉嫌携带违禁品入境，已触犯刑事法相关罪责。本分局已依法逮捕该案侦办中。因为台北捷运发生攻击事件，即阵大家对公共场所的安全问题拢正重视。警方表示，事后确认嫌犯的行李内底有藏未足毒品，目前专案也依法侦办。另外，航警局也针对国内机场提升安全维护的级数，派警力加强戒备，保障民众的安全。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来看嘉义市正出名的林聪明沙哥鱼头的分店，有消费者指控讲食到加纸加塑胶螺啊，业者是出面回失的，卫生局嘛去稽查。嘉义的中正总店到光华分店嘛宣布讲，今仔明仔2天会停业来进行消毒，嘛开放消费者会使来退钱。餐厅的员工无用咧做消毒摒扫的工作，家己知名的沙哥鱼头餐厅。昨有人伫网络顶面发文讲食室内底有加纸了后，陆续阁有人分享伫同一天，同款买到内底有加纸的食室，甚至阁有人分享在入买的时嘛发现有塑胶袋仔的状况，连续发生食安的问题，业者嘛出面来回实的。针对顾客所吃到的这些异物事件，来好好的谨慎处理。那也希望呢对顾客呢做出最安全的做法。所以我们全面的检视我们所有门市的流程，包括整个内外场。还有我们的进货来源，也希望能把这些事情好好的让顾客有一个交代。那我们也会负责用标因应会时啊，哈，那都刚刚能够求进步改善，按雄厚啦。就是不小心，然后跑进去，如果是改善的话，还是可以啦。业者表示，为21暗时开始到23，全部的店面拢会休工来进行店内甲店外清洁消毒的工作。嘉义市卫生局表示，知影有这件代志的发生，21度已经有派人去稽查，嘛要求业者要改善无做好的部分。那现场呢是没有发现有病危的情形，但是有发现一些环境的缺失，所以我们也立刻辅导业者，那开立限期改善单。卫生局强调，会继续来了解业者所来改善的状况。嘉义市这间沙锅鱼头店真出名，业者表示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非常歹势，一定会加强环境甲出菜时食品卫生的流程，希望同款的代志袂阁再发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再来看宪法法庭5个大法官伫顶礼拜5判决宪诉法的修法违宪失效，和在野党是真不满，国民党团今仔去北检对5个大法官来提告。另外，在野立委嘛真不满行政院无要附属在违法的修法，所以提案弹劾赖总统，按说明仔载会伫立法院的听诉委员会摆案。知法犯法，判决无效。无认同宪法法庭5位大法官判宪诉法修法违宪失效，立法院国民党团日到北检对大法官谢明阳、卢泰龙、蔡彩珍、陈良武、尤必祥提枉法裁判罪告诉。就算你不根据新的宪诉法10人的标准，原来的宪诉法也必须要遵守现有总额的2/3。才能够开会来议决、告发、检举这5位违法滥权的5位大法官。蓝白不要抓做谁喊抓谁，支持宪法法庭。国民党团提告的时阵，现场有民众抗议批评拿下，和宪法法庭无法度运作。另外，在野立委也不满妇女歪附属歪执行在违法修法，提案弹劾赖总统。按算23伫立法院听诉委员会摆案，上紧26议会提立庭表草案，会伫全国办公厅会邀请被弹劾人赖总统到立法院说明。那我们预计应该是在明年520左右来进行有关于弹劾的投票，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宪政程序。蓝白联手启动中华民国宪政史上第1次的弹劾总统案，而他们心知肚明，他们在国会并没有足够达到2/3的席次，所以这是空抛弹的弹劾，这是虚张声势的政治动作。民进党立委反击讲，若被申诉无法度和弹劾案成立，只是想要用弹劾停诉，和赖总统接受立委的紧问急答，调野一直互相过招，对立的情势愈来愈悬。记者综合报道。包括立委洪晓玲、林书明等真侪国民党的立委，前2日去中国参加厦门台商协会活动。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讲，伊到时共邀请这些立委，洪晓玲是强调讲，伊是自费参加。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就要求相关的委员返来到台湾，就爱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讲，因这桩无妨交代任务，唔通阁继续阻挡去中国就爱报备的国安法案，嘛应该赶紧来审查国防军备相关的预算。国民党立委洪晓玲及透过面册分享去厦门参加台商投资企业协会成立33周年庆祝活动，佮副市长甲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老爸蒋孝严的合照。除了伊以外，也有媒体报道参加立委各户林书明、邱淑华、叶元之、陈正琴、卢玉玲、涂宽杰7人。民进党政府自己没有能力处理大陆事务，那对于这些愿意奉献心力、关心台胞、关心台生、关心台商的我们这些民意代表，又要扣上一顶又一顶的大帽子。没有鬼鬼祟祟附中这件事情，就算去中国大陆也是光明正大。我们是自己自费的行程，这个难道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吗？陆委会你今天做不到的事情，让在野党的委员们去做，你应该是给我们肯定，而不是在那里阻挠。在那里抹黑。陈玉珍承认，但邀请其他拿会，洪晓玲强调是自费参加活动。民进党立宪党团要求相关委员等下台湾了后，用实际行动证明并无去中国领事，唔通够主动去中国报备国安法案，甲国防军备预算。因此呢，我们在这里直接点名去中国的这7位国民党的立委，不管你们是去那边跟台商交朋友也好。还是要去跟中国台办人士见面也好，如果你们真的没有接受任何的指示，回到台湾来，到了立法院，在明天召开的程序委员会，我们就看你实际上的作为有没有将附中报备的法案纳入审查。民进党团书记长陈佩如强调，立委去中国立款的国安法案，伫真济委员提案之下，已经做到主动751摆。报备机制，敢若是提醒风险，毋是许可制，也无限制委员行动甲言论自由，议员和国民党全面来反对。记者综合报道。一个伫海外中国的军事网称，讲真话齐某人18表讲，有中国的情报单位去年9月甲伊直接1个月要互伊4万欧元，爱伊替中共来宣传，爱伊批评台湾军事的能力来打击台湾，影响台湾人的信心。
有学者嘛提醒讲，中共利用社群媒体影响力来扰乱台湾的民心，所以就要特别注意。所以呢，今天咱们就来更新一下大罢免之后台海局势的可能性走向。调拍影片分析国际军情甲台海情势，伊是海外中国网前公证会陈某仁。陈某仁最近公布一段亲像中国情报单位中间人，想要招募伊的对话录音，要求伊散布网络舆论，批评台湾军事部就此打击台湾。你只要客客观观的谈这个台湾现在整个的这个军事方面的有不足的问题，搅乱台湾内部对自己防御的那个信心。KOL 也就是一些社群媒体的红人，企图透过收买的方式来传播错假讯息，影响台湾的民心士气。这是中共惯用的手法，只是更为精致。学者分析，中共即马的大瓜山认知战，看到社群媒体的影响传播力，目的就是要扰乱民心。面对中共文武强悍，咱国一直强化国防力量，向美国采购煞一直研制交会的66架 F-16V， 布拉克70战机其中一架双座型机，头一摆风翕到伫美国进行地面测试，其身顶的国徽甲旗号631清楚看得到。进到厂里面开始组装的有54架了，这个进度其实是一直在赶工。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美国政府提出非常严重的关切。飞式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也提早到这个月会开始来进行。中日空军表示，继续督促厂商赶工中12月也会做飞行测试，2026年全数完成交运的规划不变。另外，拄到中日关系紧张的时阵，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系密切的自民党代理干事长秋生田光一，立意去带团访问台湾3日，有计会见赖总统。所落来日本朝野也会有我30位国会议员陆续访问台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中央院公布明年2026年台湾经济预测，认为讲半导体景气真好，所以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应该有3.71%。也毋过对顶关税甲232条款的影响，就要密切来注意。明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可能会到1.6%，厝税甲房贷的开销应该暂时袂有上大的变动。年尾啊，中研院发布上新经济预测，预估今年规年经济成长率达到7.41%，上修4.48个百分点。展望2026年 AI 相关产业扩展，继续强调台湾外需甲投资，预计经济成长率达到3.71%。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上面，他们发现说，在2025年整个的半导体的需求大概是22.62，但是在明年的需求事实上会来得更高哦，可能稍微不太好的产业，大概应该还是落在石化，还有就是在金属制造业。学者形容2026年分开未正月食已现，虽然半导体出口有维持通胀的趋势，不过也是有对顶关税可能影响全球通膨，也有232条款，那推进可能改变大厂投资生产布局等无确定因素。另外，产业结构无同，可能造成对经济成长感受度差别大。另外，伫民间消费的部分，中研院预估2026年有希望温和成长，达到成长率2.13%，消费者物价指数可能达到1.6%。平均上升幅度，预期的变化是1年后的这个数字。那今年在调查的时候，这个数字明显掉到8.9%，这是第一次这个数字掉到2位数以下。所以确实这个通膨压力的缓解。消费者预期生活成本中，交通甲能源的经常性开销起伏达到15.1%，食物包括外口食的开销可能达到12.3%，徛伫高档。也毋过厝税甲房贷开销预期起的幅度是2.6%，比去年降1.8个百分点，显示房屋相关开销起势有希望较温和。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南非的约翰尼斯堡一间酒吧拜六半暝发生枪案，有12个凶手强冲入来开枪，造成9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哦。凶手是够胆，阁还未抓到。大阵的监视人员进入案发现场，受损的车辆当要互人拖走去。这间伫约翰尼斯堡郊外的酒吧，12月21天也袂光，凶互人直直甲开枪。sifika nangempela masivula abantu balele sizame ukubathutha abantu sibathutha ngekiriva sibamawilbhara sibase eclinic。警方表示有9个嫌犯举9公分的手枪，一个人举 AK-47步枪，部分是挂面搭，枪手伫证人离开现场的时继续乌白开枪。10 males alighted from those two vehicles, unprovoked, just randomly shot with headphones, and out of that,
3 people were shot and killed there. 10 were injured. And in that process, 2 other people tried to run away. They got into their black wolf that was here. They were shot and killed while there. 3 other people also, with a group of other people, they were running away. 3 were shot. 警方补充，有2个受害者伫走离开酒吧的时阵被弹到，第3个受害者是一个拄伫附近载客线的客停车司机。这已经是过去3礼拜以来南非第2届酒吧的枪击案。南非是全世界谋杀率上悬的国家之一。官方表示，警方资源无够，人力无够集中，呼吁军方介入保护居民。根据警方的数据，今年4月到9月，平均每天有63个人被杀死，原因一般拢是冤家、抢劫甲殴打暴力。这个案件犯案动机不明，目前已经开始抓人。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协调俄乌停战，就是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20点和平协议。美国中东的特使维科夫甲川普的竞赛库许纳，伫拜六礼拜2天，拢伫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分别甲罗西亚佮乌克兰的代表会谈。虽然美国方面是表示讲真满意，也毋过罗西亚的首席外交政治顾问是认为，这个会谈对和平是无啥帮助。美国川普特使维科夫甲川普的竞赛库什纳连2日伫福州分别甲俄乌代表会谈了后，维科夫伫 X 平台发文，表示即摆的协商重点是乌克兰、美国甲欧洲之间的共同战略方针。虽然伊俄罗会谈真有成效，也有建设性，也毋过伊文中完全无提起罗西亚。即摆的代表普廷来到美国福州的特使德米崔耶夫，昨年捌伫美国斯坦福大学甲哈佛商学院读册，会当讲是普廷身边的美国通。结束2日的会谈，伊完全无发表任何具体的看法。Кирилл, разжигатели войны не смогли помешать переговорам? Не смогли, все хорошо. 电视是普廷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赫夏科夫会谈结束了后，对外表示，欧洲甲乌克兰对美国提案所做的条件，看不出任何提升和平的可能性。虽然普廷19日莫斯科表示，准备甲英国、美国参规个欧洲合作，也毋过其实要停止这场每年2月底会进入第5年的俄乌战争，并不是遐尔简单。华南市电视台最近访问6位，真知影美国情报的人士报道，到福州迈阿密会谈进前，普廷的布局又完全看不出伊有任何放弃夺取乌克兰领土的想法。顶礼拜，在伫欧盟伫比利时布鲁塞尔总部同意提供900亿欧元无偿贷款给乌克兰的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公开说服欧盟成员国要甲普廷重新展开对话。Je pense qu'il va redevenir utile de parler à Vladimir Poutine. Oui. De toute façon, je constate qu'il y a des gens qui parlent à Vladimir Poutine. Donc, je pense que nous, Européens et Ukrainiens, on a intérêt à trouver le cadre pour réengager cette discussion en bonne et due forme. Sinon, on discute entre nous avec des négociateurs qui vont seuls discuter avec les Russes. Ce n'est pas optimal. 随上徛伫普廷进前捌表示，愿意甲马克龙对话。法国已经咧做甲俄方协调上好的正向方式。对此，法国总统府强调，任何甲俄方的对话，拢会伫泽连斯基甲欧洲盟友完全知影情形之下进行。公司新闻安鲁维编译。美国公布已经过往的大好野人爱普斯坦性犯罪相关的文件哦，也毋过有真侪文件拢有特别处理过，讲是要来保护受害者。文件讲是有出现前总统克林顿等一寡名人，因为之前捌公布的资料捌出现现任的总统川普，也毋过即届哦全部拢消失了。外界嘛批评美国的司法部长邦迪在帮川普暗砍。19日，司法部网站顶面公开的爱普斯坦档案，真侪文件甲相片拢有搬到乌乌。司法部讲是为了保护受害者，档案内底也出现真侪有名的人士，亲像前总统克林顿、互提调英国王室头衔的国王的小弟安德鲁，也有名歌手米克·杰格、麦克·杰克逊、戴安娜·罗斯这人做伙翕相相片。不过，这批档案内底更加引人注意的是，明显是无相关甲爱普斯坦熟悉的川普总统。虽然今年2月公开档案内底，川普早已经出现伫爱普斯坦私人飞机的乘客名单内底，到底翕相也真多。民主党也发现，即摆司法部公开档案内底至少16份档案，敢伫网站出现一天就摕落来啊。像画面上第468份档案，内容就有川普的相片，就已经消失，无法度再看。各界讲司法部长邦迪立场偏去为川普服务。
This is continuing to cast the DOJ in a really negative light, and it's going to attract more and more scrutiny from Congress and from both the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爱普斯坦涉嫌介绍未成年少女甲款贵宾流来往，入狱了后自杀身亡。川普伫竞选本届总统时期，把甲这本人讲做是阴谋论，一直讲当选了后会甲相关爱普斯坦人去名单，也佮调查文件全部拢公开。也佮当选了后，却是改变想要封存档案，动摇基本盘，明明是真不满。部分共党议员也看袂落去，甚至介意划清界线。最后，国会两党压倒性通过法案，强制全面来公开。也不过，即阵得到的却是残缺不全的资料，相关的效应可能继续影响到明年期中的选举。这有关共和党国会想法度继续影响控制权。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来看今年芬兰的选美冠军，因为顶个月伫网络抛一张用镜头啊去钓目睭尾的相片哦，佮写讲伊是甲中国人食饭，外界认为讲伊是歧视亚洲人，主办单位嘛认为讲伊的行为违反着选美的价值，所以取消伊芬兰小姐的资格。芬兰小姐扎夫斯今年9月得到血管的时，欢喜甲目屎干目镜，不过伊却因为一个动作，互真无简单得到血管乌有去啊。问题就出自顶个月，伊伫社群平台抛出这张用手指抠目尾的相片，文字说明写甲中国人食饭。抠目尾的动作自来访认为有歧视亚洲人的意思。进前瑞士精标品牌 Swatch 推出无一字抠目尾的广告，就互抗议辱华水落价。2021迪奥这帮BB感的摄影作品嘛捌惹到真侪中国民众。这回芬兰小姐类似的举动，虽引发中日韩等国民众的不满，甚至呛声要抵制芬兰航空。选美主办单位将其尾以违反选美价值为由，撤销伊的血管头衔。扎夫斯尾辩解，伊迄阵的动作是因为食饭饱头咧痛，咧软捏边边的时阵去抠着目尾。相片的文字是朋友加的，毋是伊的本意，这样引起真大的反弹后，伊赶紧回失咧。其实扎夫斯的老爸来自东欧科西亚，老母是芬兰人，伊嘛歹披露家己遭遇歧视的经历，哪会阁有即种行为，是互外界撒无掌。不过，伫扎夫斯失去血管后，煞两位芬兰右派国会议员嘛，甲抠目尾的相片抛去网络，表示小听。这个风波持续烧起到政界，芬兰总理奥尼普嘛看袂落去。16号伫一场欧盟会议接受访问的时，表示抠目尾的动作空坎佮白痴，已经伤害芬兰的国家形象。公司新闻曾慧敏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咱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465万人，登记的人数伫111年无到4万人哦。去年嘛已经超过55000人，增加超过4成。也毋过，登记的人力率只成长3成。有民间团体就建议讲，登记的给付就要对物价来调整，应该嘛要全面来检讨支付的标准，才袂明年登记3.0开始实施就出问题。台湾人口老化问题真严重，长照服务的需求逐年增加。2021年的长照服务人数是38000多人，成长到2024年的55000多人，增加程度有43.5%。不过，照顾服务员的人力却敢若成长30.7%。民间团体烦恼长照体系出现结构上人力重起病的问题。我们以前一个服务员，他可能负责5到6个家庭，好，但现在就这个113年的平均全台平均数字是10.8，好，所以表示需求的这个人口非常多，可是我们的服务员增补慢。立法设定相关的这些规定，去定期去检讨我们的一些标准或者是一些法规制度，或者是有一些奖励补助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因应我们的这个物价水平，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调整。民间团体表示，长照服务使用量上悬，上需要人力的居家照顾服务，照顾人力的成长是重点。少年人无愿意投入，产生老人顾老人的问题。因呼吁卫福部应用明年特别上路的长照3.0，应该马上开检讨会，检讨给付的标准，避免人力流失，才会互长照3.0解决卡无拄大锤就变卡刀。针对在支付的方式来说，可能会先从示范包裹支付的方式，照顾的连续性上面，那在照顾的温度跟服务的品质上面，是不是能够从这样子的包裹支付来去做一个好的品质的一个提升？民间团体建议，长照给付的标准应该对应即卖物价，才当加人侪落好条，也吸引少年人加入。立委是认为讲，若准因为长照服务人力无够，低数少年人爱是头路长期照顾时代，恐惊也毋是外界希望的结果。公视新闻参报道。
台湾社会老人济，有囡仔少，台东县这2、3档是全国唯一出生的人口正成长的县市哦。县政府嘛，把生育的补助增加到4万块，嘛提供各种的津贴。今年到11月，嘛已经有超过1100个阿姨仔咯。县政府哦，即嘛将对临港城市各有动卵子哦提供12万的补助，嘛是目前哦全国补助上济的县市。 台东县卫生局22早起举行台东市卫生所改建落成典礼，提供市民更加好的基层预防医疗保健。县府也同时宣布新的生育补助措施，明年开始提供未生的翁仔某人工生殖加卵子冷冻补助，总共12万，只要涉及伫台东县就能领补助。这个补助方面哈，这个在县内县外只要合格的这个医疗机构哈，它都可以选择。 这样的一个福利政策，在要实施前，我们在财务规划上都是已经审慎去实施，去了解，请大家放心。卫生局讲，台东县提供的卫生生育补助，这嘛是全国上悬的，而且台东县的妇女自生囡仔、请囡仔，拢有各种无同补助。这么讲提供准妈妈第3包，各类生囡仔的福利正多样。这个需求应该是非常大的。那或许是在这个经济压力上，然后没有办法让这些年轻夫妻去做这样的事情。 卫生局讲，台东县医疗院所这嘛是无提供冷冻卵子加人工生殖的服务，而且冷冻卵子加人工生殖的费用若加起来，差不多要30万左右。县府这边提供12万的补助，若搁加中央另外补助，会当大幅度降低少年未生的翁仔某因的经济负担。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教育部统计，113年校园性骚扰的通报案件超过2万件，成长哦是真济。校园的性平制度敢有需要改善的？有学生是认为，因为 Me Too 哦，互学生是愈来愈有性别意识。也毋过哦，教师工会嘛正怨叹讲，因为老师甲学生冲突，有一寡学生卡袂到，就去通报性平委员会。 今年5月份的时，金门县、金城各中老师出的国考题目出现真侪粗鲁，甚至违反性别平等歧视的歹听话，引起议论。校园内性平意识愈来愈进步。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校园性骚扰的通报案件是一档比一档搁较侪。伫110年是10300多件，到113年已经有29000多件的通报案件。 在我们受过在20年的性别平等教育，其实学生的意识、性别平等职能的意识可能会比老师还要进步，所以遇到老师有点像让人想皱眉的问题，我们学生就常要检举。拜立法院教育委员会召开公听会，检视性平教育的困境。学生代表认为，这几档因为 Me Too 事件，学生愈来愈有性别的意识。虽然这是进步的代表，但是也有教师工会表示，案件增加无一定就是代表校园的性平出问题。有老师就怨讲，有一寡师生的冲突，学生卡袂到，就去通报性平委员会。一届调查就是2个月起跳，而且原因有当时啊足莫名其妙。咱一个高中老师的代志，伊伫课堂中哦，伊上课的时阵啊，要教囡仔一寡性的知识，吼，伊就甲学生讲哦，有关于 A 片这个物件，囡仔听到 A 片，伊就感觉讲伊无爽快，伊就在告老师。有时候只是单纯家长对老师的不谅解，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要去提告，所以我知道其实有很多老师就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他们可能就提离职。 不管是学生或者是老师代表，拢认为性平委员会有存在必要，但是伊若呼吁教育部爱定出明确规则，甲教学专家和性平事件调查分好清楚。教育部处长朱俊忠也专程参与公听会，也讲到真侪无同的观点，会早转去研究，互校园性平的制度更较完整。记者台选林秀凯台北报道。 地方的消息来看，台中的西屯有一个路口，路中有设一个庇护岛，互过路人会当分2阶段来过青阳顶，佮有护栏架开来保护过路人。也毋过煞定定有真侪奥多摆为着方便，会利用这个路口来生活，实在是真危险哦。警方嘛表示讲，这款违规上侪先罚1800块。 骑车来到路中停等，发现对向无车，随骑出去。不过详细一来看，这毋是台山区，而是行人过路线中间的庇护岛。代志发生伫20暗时10点外，地点伫台中市西屯区市政87路顶面。违规的人是有样看样，机车是一台刷一台一直骑出去。看到民众感觉危险，将影片翕落来，放伫网络引发议论。我有看到，因为我当初我自己在过那个行人斑马线的时候，有机车
就这样过去。我自己有经历过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不恰当，因为这个是机车没办法走的，所以他跟行人这样子一起过去是蛮危险的。我觉得这样有点危险。怎么说？就是因为这样穿过去，可能行人也没办法注意到，因为而且路很小，那中间蛮小的。实际上来到现场看，行人过路线伫个市政87路甲惠中离街口，设计互过路人李字形两段式经过大路，中间庇护都有以铁栏杆明显分隔。当地我两间有名百货公司甲台中市政府，虽讲假日人真多，就民众捌过大路时，对着机车伫边仔抢路，真危险。警方决定来开罚。驾驶于行人穿越道行驶机车，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处行为人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民众切勿因贪图一时方便而违规。警方讲，骑车徛伫个行人过路线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应处行为人6000到1800块以下罚款。呼吁民众毋当因为贪一时方便来违规。记者综合报道。明年1月1日开始哦，屏东县的客运车、佮有公车拢要起价咯。公车的车票哦，对10块起到20块，客运车卖来调整算时间的运费。也另外讲啊，宣布讲停班停课，客运车会加收50块。过来台车礼拜班，客运车伫大路来来去去。最近屏东县政府公告，对115年新历1月1日开始，针对2项交通的计数进行调整。一项是客运车车速无到5公里时，对原本的150秒调整成100秒跳5块；暗时缩短每83秒跳5块。若当着宣布停班停课，阁会当加收50块。毋过有司机还讲，秒数其实差无偌济，而且阁要纳调表的费用。所以讲改表，阁叫验表。我那个加500块，我开500块就变成无意义啊。实质上是帮助一点点，真的没有差很多啊。政府规定我们怎么跑，我们就怎么跑。另外嘛，调整计数的是小黄公车，原本一抓10块，明年开始起做20块。目前屏东县已经完成34条路线，逐年服务超过10万人。县府表示，这摆调整是考量物价和营运成本，而且普爱卡、敬老卡逐个月点数提悬到1000点，入卡了后，阁会当使用点数落去扣，同款是10块。优惠价10元推广到现在，那县府考量我们的路网持续扩充到目前34条。以及我们的社福卡从500点提升到1000点等因素自明年1月1号开始，小黄公车费率调整为20元。县府交流处表示，小黄公车对2018年开始推售，调整成20块嘛是阁比公车较俗，而且路线和车帮这几年拢较稳定啊。希望这摆计数的调整会当兼顾民众负担，以服务永续，互屏东坐车阁较利便。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中华县政府去年宣布讲，要伫丰原梨林附近起火葬场，在地民众是真反弹。今仔县政府是搁在进行环境评估审查会议，自救会各有环保团体嘛搁去抗议，要求县政府爱贴案。也毋过上新的消息是，今仔环评已经通过了，自救会是表示无奈，会搁来讨论讲，接下来要安怎做。荒野火葬场，人才不实。梨林丰原县火葬场自救会100多位民众画口号，要求县府爱贴案。中华县政府去年宣布，要伫丰原乡草湖南段228至2号的土地起火葬场，8月进行环境评估第2届审查。但是自救会认为，选地点的评估报告规定有空棚，已经向地检署申告，定在不实。我们很强烈怀疑说，他们这个老早就内定好了。选址是一个射箭画靶的一个问题而已，我们也希望说环评委员能还给我们那边所有居民的一个安全，还有选址的一个真实性。在这个地方5公里之内有方便公益区，还有20中客、20女禁区，但是健康风险并没有把它纳进来。我想这很多的东西是低估的，那我们这边空污本来就很严重了，不应该再增加了。
环保团体指出，中华火葬场预定的地点距离当地的稻料工厂间隔无够500公尺，已经违反殡葬管理条例，而且空气污染无踏入附近工业区的污染源，根本无顾虑在地民众的健康风险。对此，环保局表示，拢有针对火葬场附近做影响评估，会交予环评委员来审查。周边即款即个敏感的即个所在，拢有去做即个影响评估啦。针对即个污染加层的部分吼，政府嘛提出方案甲措施啦吼，绝对会保证咱即个对咱环境吼袂造成真大的即个影响。经过4点外钟的讨论，环评委员会认为火葬场的开发对噪音、空气、水质等污染拢有相关的预防措施，无明显不良的影响。宣布彰化生命园区开发计划通过环境审查。自救会无奈表示，会搁再讨论后一步要安怎做，继续守护在地人的权利。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再来看花莲的光湖乡做淡水已经过3个月了。问题按说明年1月底才有法度完工的马太安溪便桥，交通部长陈世凯早起是表示讲，工程人员是真拍拼的赶工，这座便桥会当伫明年的1月初提早通车。为要赶紧做好马太湾溪港便桥，交通部1月3座包厢将清的认定，过10月18开始施工。这摆特别引进俗称水岛的屁垃圾钻头，加速更固拍入河补的进度。主要这个下构冒梁，然后这个混凝土这个桥面都起来了，那大概后面就剩下照明，还有这个护栏、柳泽溪护栏这些相关交通标示标线的一个工作。在工程人员努力之下，原本按算明年1月底才完工的马太湾溪港便桥进度提前。交通部长陈世凯日迄顺时，就特别感谢工作人员以外，也宣布马太湾溪港便桥已提早到明年1月初通车。那我们现在能够顺利在1月1号，让所有的乡亲能够透过这个钢便桥来通行。那包含在元旦假期或者是在春节假期的时候，我们不管是花莲跟台东的乡亲，或者是各地要来这个地方游玩的旅客，我们的台九线会因此而更加的顺畅哈。马太湾溪港便桥全长700公尺，目前干那村 A4 铺面，通车了会取代2边涵港的便道，增加安全性，而且引互各种的车拢通过，时速30公里，复工复地区民众真期待。一定是有效的，因为很多的商家本来都没有信心的，都想放弃了，听说这个便桥要做，目前就等这个便桥赶快做起来。被强化的马太安溪永久桥重建工程是规划伫115年1月初启动，按算115年12月31成段向线通车，116年12月31全线完成。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大溪新兴养殖区300多公顷，大部分拢是饲肥药啊！附近有2公里长的布花，20年来都无征收过。云林县政府是向中央来争取2亿1千万，要甲布花抬悬到6米哦。按算伫2027年中会当完工。强烈的东北季风和海涌一直线，布花边的大粒石头嘛刷位，甚至有的是落靠布花边的大路。当地民众烦恼这有危险，佮惊讲风台若来，布花放去，气温会有损失。改善真好啊，无改善袂使，无改善会放去。嘿啊，拢搬快啊，水伤大啊，花伤贵伤价啊啦。因为海水来，海水头石头悬嘛，啊，落来放了，然后规片统拢平啊，规片这300几公顷，也统平啊。云林大溪新兴养殖区的面积有300多公顷，大部分拢是饲蛤蟆，边的布花差不多2公里，因为地层下旱年久失修，只要撞到风台或者是东北季风扇大涌，规个养殖户都爱烦恼都会登去，所以云林县府向中央争取2亿1千万要来修理。这是一个工程是循灾后复建向中央来争取，然后我们就一并将2公里一并做整体的一个整治，然后给它加高，然后增加它保护标准。云林县水利署讲，这个布花原本干那4米高，会搁到 L 型的房啊，互布花提悬到6米2。布花头前会搁贴石头啊，减少海涌的冲击。啊，挖路这边嘛，搁会用安稳土空起来固定。工程估计伫2027年年中会完工。公司新闻王伟阳云林报道。
再来看印度东部一个机场，前几日真做是一个大型的考场，有超过8000个应征者来参加地方志愿警卫队的考试，才要录取187个人尔。遮尔侪人来应征哦，这嘛显示讲印度的少年人失业的状况是真严重。超过8000个找头路的人，甲奥利萨邦这座备用跑道期间满是参加志愿性协助警察组织的地方志愿警卫队的考试，争取辖区内24个警察分局拢总187个名额，录取率大概2.3%。报考的资格上加教育学历是必须爱完成初级小学，也就是5年的学业。不过有真侪报考的人拢是大学毕业。有的甚至是硕士、管理也是技术学历的人，也就是因为考试的人数真多，所以借用这座主要支援小型飞行机，或者是有当时做军事用途、无定期商业航班的机场来做考试的所在。考生90分钟内要完成笔试，过关的人才会使入去体能测验。规个考试过程用无人机专程监考。这场考试反映出印度青年失业危机，技能甲就业机会是倒未罢。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失业率更较悬，大学毕业生学习理论较侪过实务技能，无法度做制造业，也是科技职位。高学历的人甘愿失业，嘛无要做较低阶的工课，所以会当看到真侪青年参加像地方志愿警卫队这款的公职考试。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印度15至24岁失业率伫2023年是18%。也若私人智库印度经济监测中心数据指出，印度规个失业率疫情之前是敢若6%，2024年是8.5%。奥利萨邦地方志愿警卫队是合约制，逐工的津贴大概是台币260块。公司新闻吴文林编译。再来看全世界上悬的都市，就是西伯利亚的阿库茨克，这礼拜已经降到零下45度了。也毋过当地人是讲，这个毋是上悬的时阵，伊嘛只有零下60度。也毋过在地人拢已经真惯习了。当的鱼仔像鱼仔饼共款，一尾一尾插甲滴一滴，就算是伫个日下，室外气温要是比冷冻库低2倍。Какая погода сегодня? 50 есть? Нет, по-моему, 45. Не 50, 50 нету. 45. 这是罗西亚西伯利亚东部的城市，萨哈共和国的首府阿库茨克。当入冬，15气温就降到零下45度，这一向被看作是全球上悬的城市。Какие самые холода стояли здесь? 55, наверное. 55. Это, ну, таких холодов давно не было. 根据住伫遮的在地人讲，差10度是差真济。零下45度的天气还算温和，不过只要有2大保暖的物件，较寒就唔惊。А что нужно, чтобы не мерзнуть? Надо одеваться хорошо. И горячий чай пить почаще. Если на улице. В термосе. У нас мы с собой в термосе чай берем. Есть такое выражение. Нет плохой погоды. Есть плохая одежда. Одевайтесь теплее. Все прекрасно. С наступающим. 落雪的天气已经是寒人的日常生活。虽然学校改用线顶上课，不过大众运输甲公司也是正常运作。路人的过路人是规分数包甲密密。Ой, ощущается очень холодно, конечно, по утрам, особенно когда вот отвезу дочку в садик. Очень холодно, и вечерами тоже холодно. 袂少在地人表示，虽然低温是真寒，不过只要无扣风、穿雨袖，也是真享受这种寒寒的生活。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译。来看日本的国内目前敢若出2只中国的鸟禽，也毋过明年1月特别赶上登去中国咯。到时阵会是日本50多年来头一届，全日本的动物园拢无鸟禽通看。胖达稳稳在食竹仔，外围的民众摕手机一直翕。这对双生胖达，2021伫日本一出世，就变做东京上野动物园上受欢迎的动物名称。不过，照中日两国的协议，2只胖达的所有权属于中国，只是暂时借予日本。也若租约是到明年2月，留伫日本的时間仅單剩2個月。パンダずっと日本にいてほしい。中国のものっていうのは分かってるけれど、
日本で生まれたねパンダちゃんなんで。ずっと上野にいてほしいです。动物园预期伫胖达离开进前会有足侪游客，所摆限制一个人简单会当看1分钟，也按算推出线顶注文系统甲抽考参观等新规则。日本境内目前简单存这对上生仔胖达，中日胖达外交历史会当追溯到1972年。自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定期会借胖达予日本做两国关系友好的象征。明年2月，这对上生仔离开东京以後，將會是日本53年來頭一擺無任何一隻胖達。やはり上野動物園で生まれた初めての双子のパンダという意味で、そこの部分で非常に大きな意味があった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繰り返しになってしまうんですけど、この双子の誕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私たちにいろんな意味で、経験とそれから、感動を与えてくださいました。本当に感謝です。雖然日本民眾真唔甘胖達，但是中日兩國經濟關係緊張，外界認為短期內要繼續招，還是安排新胖達的機率應該無懸。由派準編譯。下晡報的天氣，咱來看各縣市詳細資料。北部地區上低19度，上懸23度。中部地區上低19度，上懸26度。南部地區上低21度，上懸27度。東部地區上低18度，上懸24度。外島地區上低15度，上懸21度。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記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下晡3點，咱再會。